2005年第一礼拜才拄过尔，也毋过呢，这流感重症的病例是搁加43个，这也是重症个案人数上介济的一礼拜。说落来就是新年啊，大家呢行春四季佚佗，恐惊会互这个疫情还搁较严悬。卫生单位是呼吁民众爱赶紧去做疫苗，尤其是抵抗力较无的四大甲囡仔，还搁较爱做。 弟弟，我刚刚量378嘛，哈。医生详细问诊，了解病人倒位咧艰苦。根据疾管署的资料，对去年10月到正月初6为止，这个流感的流行期已经有412个流感重症病例，有91个死亡，这个病例有90%以上拢是无主流感预防下的。尤其顶礼拜，佫新增加43个重症病例。疫情继续清悬，说落来都是春节假期啊。卫生单位嘛呼吁，也未做流感预防下的人，爱赶紧去做。 春节期间，由于民众出国旅游，南来北往较为频繁，流感疫情传播的风险将会大幅增加。因此，卫生局提醒65岁以上的长者、幼儿、慢性病患者等高风险族群，务必要及早接种疫苗。 我们打疫苗后，抗体至少要2个礼拜后才会开始生产，然后可能到4到6个礼拜后才会达到一个保护力。你越早打，越早得到保护力。所以，尤其我们现在要进入春节了，我希望还没打疫苗的民众赶快就去打流感疫苗。根据高雄市卫生局的统计，到正月初9为止，高雄市有做流感预防下的人总共有76万人，目前也有6万剂公贵流感预防下。 医生讲，做预防下虽然不是万灵丹，不过就亲像考试大生先做题目来练习同款，做落去就加一份保护，减少掉重症的几率。流感的高危险群包括年纪大的。 或者是身上有很多慢性疾病的，或甚至婴幼儿，他们的抵抗力都相对比较低。如果他们得到流感的话，很可能给他们造成很大的问题。医生讲，最近患着流感的人真正多，民众若是有无爽快镜头，拢爱赶紧去给医生看。尤其有小媒体、扫甲未喘气的人，拢有可能是重症的镜头，大家千万唔通失觉察。记者柯家祖罗维做高雄报道。